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地方债，聊一聊专项债，聊一聊化债去年下半年，政府推出这个10万亿化债方案。我记得当时咱们也聊过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债很有可能是越化越多。本来是想用这个长期的债置换那些短期债，用那个低利息的债置换高利息的债，这样减轻地方政府负担，保民生保运转。三保。但是咱们也说了如果你缺乏监督，缺乏一个有效的机制制约，那债只会越化越多。各个地方是不是马路又被破开了？各个地方老干部中心是不是又开始建了？各个地方广场是不是又开始翻修了？反生椰子树是不是又回来了？就是你如何去应对这些，如何遏制？那现在这个政策也快半年了，到底是什么一个效果，或者是什么样一个形式？这个经济观察报今天他有篇文章叫多地严管专项债。他说经济观察报了解到2025年上半年已有多个省份提出要严加管理专项债资金使用管理，财政部监管局也将其作为管理重点，关注债券资金使用问题是否存在挪用、规定企业资金用于经常性支出等违规行为。2、关注项目管理问题是否存在投向负面清单、申报虚假项目、打捆申报等行为。3是关注债券支出进度问题，是否及时拨付项目单位，结余资金是否足额安全存放，确保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精准高效。这个经济观察报它主要是报道这个专项债，实际上专项债它也是化债的一部分我们看看这个经济观察报它是怎么说的他这记者叫杜涛，他说5月下旬那就是前不久的事中部某省的李阳发现，这个李阳那都肯定是化名中部某省，那经济观察报作为喉舌也不方便直接点名，不过是借李阳这么一个口来说这个事。中部某省的李阳发现，其服务的部分县区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在省级财政部门并没有通过，也就是县区报上去的这个专项债在省政府呢没有审核通过，就没有批准。后来他发现这些未获通过的地方专项债项目都只有可行性研究报告，也就是可研报告的批复。李阳是地方政府投融资人士，他的服务对象是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李阳说此前只要提供可研报告和立项批复就可以申请发行专项债，但现在省财政部门要求更加严格了，也就是过去县市区发行专项债审批比较松你只要有可研报告，有个立项批复你就可以发债了。但是现在不行了，收紧了。为什么呢？因为县区这些地方政府发的专项债越来越多，这就是咱们说的嘛，这债是越化越多为什么上级部门要求更加严格呢？我们看这个经济观察报怎么说的他说该省的县区地方财政债务负责人也遇到了类似情况，省内财政部门通知要求发行新增专项债项目要有公开的招标公告、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以及国有土地使用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要发的这个专项债它必须是确有其事，是真正的有项目。那你这个项目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公开招标，对吧？配套的土地有没有？那言下之意就过去那恐怕地方政府就编一个项目，可研报告加上一个立项批复就行了，就可以去拿发债。发债不就是募集资金吗？把这钱拿来至于干什么？因为他那项目都是假的，干什么呢？发工资，对吧？挪用，那这个债那不是越化越多吗？所以说现在严了，省级政府这儿要严控。经济观察报了解到2025年上半年已有多个省份提出要严加管理专项债资金使用的管理，财政部监管局也将其作为管理重点。例如2025年3月，财政部江苏监管局在坚持4个导向高质量开展2024年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核查工作，就提到一是关注债券资金使用问题是否存在挪用、规定企业资金用于经常性支出等违规行为；2是关注项
项目管理问题，是否存在投向负面清单，就是你把这个募集来的钱呢投向了那些禁止投的产业，要去产能的产业，叫负面清单。然后申报虚假项目，编造的一个项目，打捆申报，就是把一个真项目和一个假项目捆到一起报。3是关注债券支出进度问题，是否及时拨付项目单位，结余资金是否做安全存放，确保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的精准高效。你看看啊，这一个专项债券有这么的猫腻，专项债券即便项目是真的，进度也是正常的，但是也还存在这个专项债的钱不及时的给项目单位发，这个钱被政府截留了，挪用。李阳认为这一系列的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完成各种手术，等项目成熟且满足开工条件后，才可以争取专项债资金。其目的是防止政府部门套取专项债资金，尽快推动形成实际的投资工作量，实现投资效益，进而达到稳定经济的作用。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专项债就是给你发债，你有了钱，你投真正的项目，有收益的项目，真正的项目，有收益的项目，那不就是投资拉动吗？这样就会形成真正的工作量，就有增量， GDP 就好看了。那言下之意就是很多地方政府、县级政府、市级政府、区级政府他是打着投资的名义去发了专项债，完了这个钱并没有用在投资上面，或者投在错误的地方，负面清单上，没用在投资上面干什么呢？这就是发工资，花掉了，挪用掉了。那你报的专项债又是投资，对吧？投资呢就有 GDP， 就有增速。那你说你把这钱花掉了，那 GDP 是怎么出来的呢？只能编，因为你对吧？你报的这个是要投资某一个产业或者某一个高速公路，那要收益那要拉动 GDP 那你想想这钱被他花掉了，他往上报 GDP 总不能说 GDP 没涨吧？钱你都花掉了，你说没有 GDP， 所以他就在编呢所以说这玩意造假它是一套造假就得全套，要不然不就露馅了吗？在李阳看来，这种管理思路是正确的，但对于当前部分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严格管理专项债券后，也需要统筹考虑其3保，就是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能力。你看看作为李阳这样的实际操作人士他是专门是地方政府对接这些发债部门的，他都认为有必要造假，因为这个地方政府要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需要钱，这个钱从哪儿来呢？本来以前是卖地，这个钱有地方出，现在地是卖不掉了，这个钱没地方出，那只好挪那个专项债。你看看挪了专项债 ，GDP 就要造假。中央财经大学中财安荣地方财政投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他说，由于地方财政近年压力较大，地方政府挪用专项债资金用于3保工作案例时有发生，不叫时有发生，这恐怕是个普遍现象。从专项债制度的角度来讲，应该严格管理专项债资金使用，发挥专项债拉动投资、稳定经济的作用。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吧？我们再看按照李阳所在省份要求，各地需设立专项债券资金财政专户，对专项债券资金实行专户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严防挤占、截留和挪用。专项债券发行后，省财政将债券资金拨付至各地债券资金财政专户，并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拨付和清算专项债券资金。项目单位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及时在财政部门信息系统填报资金使用、项目建设、项目运营、项目收益、资产等信息，确保全部专项债券项目纳入穿透式监测系统。也就是说财政部对这个专项债的使用管理是越来越严，要穿透，确保专项债是用来投资，是用来拉动 GDP， 而不会被地方政府给它挪用了。但实际上呢，李阳表示严格管理后，部分县区的专项债项目已过了国家部委的审批，但在省财政层面却不让发行，原因在于这些项目不满足一系列条件，例如公开招标公告、中标通知书、签署的施工合同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早在2021年9月，财政部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就提出严禁擅自随意调整专项债券用途，严禁先挪用后调整等行为。但是这些规定并未能完全阻止地方政府挪用专项债的行为，也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财政部怎么
穿透式管理都没用，对吧？你总有漏洞啊，让人家钻。2022年，财政部、厦门监管局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使用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一文中指出，存在专项债资金被挪用的情况，也就是厦门监管局他在发现说，专项债券要求用于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资本性支出上，但在工作中存在资金实际投向与计划投向不符，资金用于违规领域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未将专项债券资金用于专门项目形成资产，而是以专项债券的名义获得资金，挪用到无收益项目或负面清单。什么叫无收益项目比如说老干部疗养中心，比如说这个广场，对吧？仿生树这些，你说哪有收益你看人家列出来了哪些无收益项目或负面清单项目呢？他说，比如义务教育学校、景观提升工程。景观提升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广场仿生树那就是景观提升缴非税收入以及工资、通讯费、差旅费等经常性支出，也就是把专项债的钱拿来发工资，对吧？报销那些通讯费、差旅费，这不是保运转吗？违反了专项债券的发行、管理、使用规定。2024年6月25日，审计署公布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报告提到截至2023年底，522个项目中有279亿元债券募集资金当年即闲置或被挪用，这反映出专项债的筛选机制和资金使用监测仍存在疏漏，优质项目储备不足问题突出。同年9月，多个省份密集公开2023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其中6个省份提及专项债资金脱离监管被挪用，比如吉林3市挪用专项债券18亿，用于三保、偿还债务等支出。就是吉林省有3个地方3个市直接就把专项债挪用了就发工资还还债。经济观察报说那地方政府是如何挪用专项债呢？说东部某地财政部门人士举例子说比如发行1亿元专项债，发行依据是项目，发行完毕的专项债资金拨付给项目实施主体，而这个项目的实施主体一般是本级的国企和城投。这国企和城投不就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吗？对吧？钱要拨付给他们。该地方财政部门人士说地方政府会要求本级国企、城投上交利润或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费，通过这种方式将专项债资金腾挪至财政内部。他换个名义，对吧？你这个专项债发完了，比如说这个是这个地方政府的城投要修一个什么高速或者修机场，城投是主体那专项债钱就到了这个城投的账上。地方政府不能直接说从城投账把钱拿过来，他要求城投对吧？我给你土地，那土地使用费，对吧？总之要找个名目把这个钱又支付给政府，绕到政府的口袋。实际上这就是变相的占用该财政人士还提到，这些问题此前也被审计部门发现过，但只是作为问题提出来，没有处理相关责任人。毕竟大部分专项债都是用于保障三保工作，也就是把这钱套出来之后是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去了。那大家想一想，本来这个钱是用来建机场，建了机场是有经济效益的，结果你就没用在建机场上面，机场烂尾在那儿。这个东部的这个财政人士说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保不了三保也会被处理，甚至比挪用专项债处理更严重。你看看，对政府来说叫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挪用专项债恐怕就是批评，你要是保不了三保那恐怕要被处理，可能丢乌纱帽那你说他只能挪用专项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25年前4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是16万亿，其中政府债券净融资4.85万亿元，同比增加3.58万亿元。你看这数字政府的债券就是专项债这也是它的一部分增加了3.58万亿。这个数字看人家很好这么多钱用来投资，那能拉动多少 GDP 带动多少就业但是根据刚才说的实际上里面有多少钱没有投资，而是用来发工资，而是用来三保。所以你看着这个数字很漂亮，但是我们体感很差，对吧？就是这么原因。专项债从它申报的时候就开始造假，上面一看地方政府专项债发了这么多，增加了4万亿，那这个投资下去应该能带动多少就业，对吧？应
应该能拉动多少 GDP？ 大家想一想，这个地方政府他把专项债挪用了，他的就业他的匹配啊，就是我这么多投资下去了，我没有增加就业吗？所以他只能对吧？这数字就跟烧鱼股一样的，得编一编啊。这就是为什么统计局最后一归总啊，这个咱们的就业率还是不错的。但是你看看为什么我们感受到就业压力这么大，失业就是这个原因啊。上面是根据测算对吧，10万亿下去就能拉动多少就业，提供多少个就业岗位，但是他不知道这10万亿下去有5万亿可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花掉了，所以他实际上没有那么多投资增量，也没有那么多就业。但是地方政府他不能说我这钱花掉了，所以他得编造出有那么多就业，提供了那么多就业岗位，也就是一个地方要造假对吧，他各个地方他都要造假对吧，一个谎言要用多少个谎言来掩盖呀，不就这意思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4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5.8%， 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1.8个百分点，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 32.6%， 比一季度提高 2.3个百分点。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30.7%， 水上运输投资增长 27%， 航空运输就是修机场啊，投资增长 14%， 你就知道了这些增长有多少水分。李阳说，政府债券融资额上升以及对专项债券挪用的限制，意味着将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基建、民生、城市更新等重大政策领域，能够更好地发挥拉动投资和撬动资金的作用，有利于经济的回稳上升。但你看，一旦说但，那就表示有问题了。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提示，严控专项债需要配套其他相关政策。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袁海霞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近几年每年都有专项债资金用途调整和挪用的情况发生。从财政资金规范使用和管理角度来看，严格管理和禁止挪用是必要的，但地方政府在实际执行中松紧程度需要结合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来考虑。上述地方政府部门人士认为，地方政府挪用专项债的背后反映了当前基层财政收支紧张的现状。他说，当前财政收入总量和质量都出现了一定的下滑，但支出的刚性并未减少。根本矛盾就是地卖不掉，政府的收入减少，但是地方政府的开支啊，它的支出那是死的，年年增长，收入在下降，那你说怎么办？所以那儿有块唐僧肉，它能不挪用吗？你怎么也管得住呢？而且挪用的罪比那个失职的比那个保民生的罪啊要小得多啊。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0616亿元，同比下降 0.4%， 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5556亿元，同比下降 2.1%。 上述地方财政人士说，当前财政支出缺口较大，其所在地区单月收入最差的一个月与支出间的差额达 60% 以上，收入最高的一个月也仅当月的刚性支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们最近在讲《红楼梦》啊，这《红楼梦》后来啊，这个贾家缺钱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贾琏呢，他需要一笔钱，他的开支要给这个郡王，什么要贺寿，对吧？那个要地方要用钱，但是啊，这个贾府正好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季的租子啊还没到缴的时候，也就是现金流要断了，那贾琏怎么办呢？贾琏就求那个鸳鸯把老太太那些宝贝啊拿出来，反正老太太不知道，拿出来干什么呢？去当铺当了，放在那压着融资，对吧？从当铺拿钱出来花，等到他们租子收上来，再去把老太太那个宝贝给他赎回来还回去。你看就挪用了吗？你看道理是一样的啊，就缺钱没办法，那他只能铤而走险。那地方政府也一样，工资都发不出来，的现金流断了，你那边有专项债，他能不挪用吗？西部某省的一位政府投融资行业的人士在调研中发现，2023年当地某县一个月收入2亿元，今年收入降至1亿元，就一个县啊，收入只有1个亿了，仅够保工资，也就是只能给本县的那些吃财政饭的发工资了，保运转的资金只能从其他地方统筹，因此很多时候只能先顾眼前。那也就是说，那个专项债那儿有钱，那赶紧挪用啊，对吧？贾琏连老祖母的东西都敢拿出去当，不是一个道理吗？他说，因此啊，当地会在不同项目之间挪用资金，比如当地发行了污水处理厂专项债，但还有更急的项目需要资金，就会将
污水处理厂的资金挪到那边去。这实际上就是5个缸4个盖子，那跟恒大是一样的开始耍了，挪用吗？这显然不符合专项债项目资金一一对应的要求。温来成认为，若是严格管理专项债资金，应该加强善计转移支付资金及时到位，防止三保出现问题。李阳在服务地方政府部门时也发现，在财力孱弱的县区一级，挪用专项债的情况较为严重。挪用的资金要么用来保三保，要么短期拆借给平台公司。给平台公司干什么呢？用于保证6月30号或者12月30日，就是一个是半年，一个是年底，他的借款本金偿还。就是你把这专项债给把这借款一还了，不就可以借新的债吗？就是用来挪用过桥。你看看，你把银行的钱还了，然后好从银行再借钱，到了那个点儿你不还，那就是坏账了。坏账那就麻烦了。你看看，就是4个缸3个盖子5吧。他说平台公司是1个季度还息一次，还本则集中在6月30号和12月30号2个时间点。他说下个月就是6月了，现在地方政府还是很惆怅，专项债项目被卡住，不知道从哪里寻找资金来还那个债，就挪用来过桥。通过经济观察报这篇文章他写的比较简单，但是咱们从叫管中窥豹就知道地方政府现在已经难到什么程度了。这一切都是因为土地卖不掉，税收收入也在下降，但是地方政府的支出它是刚性的，年年增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他不得不挪用了这些资金呢。但是上面又认为你这个资金是用在投资上面，那就必须有产出，你投入了你就有拉动多少就业，对吧？拉动其他的，撬动多少民间资本，带动多少 GDP。 那地方政府就给你报这么多，因为地方政府他不能说我把这个挪用了，实际上他挪用了，那你就知道这个 GDP 是怎么回事，你就知道就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对吧？总是统计局说的跟咱们体感不一样，你就知道差距在哪儿。虽然上面3令5申的说用于投资的你不用挪用，但有什么用呢？地方政府是救急所以咱们以前说了这个化债只能是你缺乏监督，你缺乏制约，你这个债只能是越化越多。这种和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有什么区别呢？不就是造假吗？在这种情况下，前不久政府要求公务接待不能喝酒，不能上烟，是吧？然后严禁那个高端的菜，为什么呢？是真的没钱了。如果不再严加管束的话，那这个所谓的地方债恐怕是翻着倍的往上涨。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